扁魚慢火熬煮的湯頭，融合冬菜、芹菜段、蔥段、蝦米、番茄等食材，再加入豬肉片和各式火鍋料，宛如小豪州沙茶爐的精緻縮小版。看準一人食與個人鍋的市場需求，小豪州推全新品牌懶人包，主打輕鬆上桌、即時滿足的鍋物體驗。那我們用的模式就是小州的湯頭，然後我們還有研發一些我們的潮汕的特殊的料理，像我們的沙茶牛腩包，就是用小州的沙醬去燉的牛腩。那這樣的口味是在台灣是我們只有獨有的，只有在這邊吃得到。招牌料理獨門沙茶秘方，搭配燉煮軟嫩的牛腩，醬香濃郁，完整包覆食材，每一口都能感受到百年傳承的沙茶風味。另一道酸菜包以番茄入湯，結合豬肉片與高麗菜，酸香清爽，層次分明，連小朋友都相當喜愛。一大匙的沙茶，加入各式火鍋料和肉片，下意麵吸乾湯汁。這碗沙茶香鍋意麵大功告成。小豪州也拓展外帶市場，創立好功夫湯煮餐，把靈魂沙茶醬延伸至鍋燒乾拌麵，甚至是飯卷等多元餐點，展現品牌跨界經營的新布局。線上點完餐，然後馬上就可以拿到餐，非常的方便。價格以單人來說，都蠻合理的，而且口味我個人蠻喜歡的，所以會蠻常回來消費這樣。從百年沙茶風味的傳承到個人鍋物與外帶餐飲的創新轉型，小豪州持續延伸經典醬香的可能性，也為台南在地美食注入新活力，讓傳統老味道以更貼近現代生活的方式持續飄香。記者宋懷騰的報道。